中原工商鋪為你送上最新嘅商鋪租賃數據及矚目成交。2月份商鋪租賃宗數約175宗，按月下跌32.69%，按年下跌42.62%。2月份商鋪租賃成交金額約1830萬，按月下跌30.49%，按年下跌27.53%。跟住一齊睇下各區嘅空置率。我哋再睇下2月份5大租賃市場矚目成交。第5位，尖沙咀華懋金馬倫中心地下，面積約2190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26萬，尺租約119元，新租客係餐飲業。第4位，中環威靈頓街15B 號地下閣樓及地庫，面積約1260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30萬，尺租約238元。第3位，尖沙咀加拿分道39號地下1號鋪，面積約738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30萬，尺租約407元，新租客係水晶店。第2位，佐敦百城大廈地下 A4 號鋪，面積約2938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32萬，尺租約109元。第1位，天后電氣道160至164號地下入口1樓及2樓，面積約10106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35萬，尺租約35元。想知道更多更快嘅市場資訊，歡迎聯絡我哋中原工商鋪商鋪部。